民众在和平一路跟3多2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，看到眼前这名年轻人骑着 U-Bike， 不但在斑马线上来回骑乘，还表演甩尾特技。民众看傻眼，将影片PO网。事发在13号，目击民众说看到年轻人趁着等红灯时，在斑马线上来回行驶，还甩尾，发出刹车声。表演一次还不够，竟2度炫技，直到灯号快变绿灯了，最后年轻人才骑上人行道离开。而这样骑 U-Bike， 警方说已经违反道交法。故意标线之，只是可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慢车驾驶人在道路上其他行为方式驾车，可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说没接获报案，将通知行为人到案依法开罚，最高一共可处2400元的罚锾。年轻人炫技代价可不小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